呢種病應該要係珍惜每一個人，應該要珍惜生命咯，同埋以後嘅日子一定要去珍惜，因為我唔知道我幾時會離開呢一個人世，離開爸爸媽媽。我有兩個仔女啦，個仔咧德俊今年16歲，個女咧就13歲，叫曉丹。但係佢哋即係3、4歲咧，就發現係患有黏多糖症大陸型。個仔咧嗰啲手腳咧都係有啲彎嘅，身高啊特別比啲小朋友咧矮咯。同埋個仔咧個眼咧一出世冇幾耐有少少混濁咁，有少少一點點混濁。11歲之後咧就突然間睇唔到。我11歲之前咧，我喺一個彩色世界度生活緊。11歲之後咧，就好似就行咗入去一個黑暗山洞。不過之前嗰陣係有光，隻眼睇到光，但係而家睇唔到。德俊，今日同你試一試個安全帽啊！係。我帶套一套落去望一望個位，陣間仲有啲修改嘅可能嚇。今日過嚟醫院幫阿德俊做個頭盔啦，即係保護個頭，即係唔使話跌倒咧就會撞親個頭咁。有一次佢坐到睇電視，即係有少少抽筋咁啊跌倒落地下。學校嘅物理治療師佢就話係咁樣啊，咁佢戴個頭盔啊安全啲啊咁。戴咗個感覺咧就好似有種安全感咁咯。就保護個頭就唔會好似阿妹咁跌到個頭就離開咗我哋。因為佢去廁所企唔穩，跌親個頭就離開咗我同爸爸媽媽。嗰陣時咧都好驚，好驚。嗰陣時都唔知係驚或者係凍啦。突然間嗰個醫生講俾我聽，真係好似真係接受唔到佢。佢嗰朝咧都好開心，我今日準備返學，咁咧就突然間走咗，即係走得好突然，好突然咁咯。媽咪就打電話俾爸爸話：阿妹已經去咗，而我嗰陣就係唔相信呢件事，仲話你唔好玩啦，阿妹點會咁快就去啊？佢仲細過我咁。其實我呢隻病最多可以活到20歲，而阿妹嗰陣係13歲，佢而家17，係按比例嚟講，我應該快死過佢啫嘛。呢度好多顏色紙，咁啊字都可以揀嘅，有紅色啦，有紫色啦，淺藍色，有隻黑色，有隻橙。你諗下啊，如果我諗到死亡嘅時候咧，我就揀呢隻顏色嘅，死亡帶俾你嘅感覺。好嚟啦嚇！阿妹你講先啦，阿妹講先，好。呢
阿妹點解要揀黑色啊？因為黑色好恐怖。仲有咧？即係死咗嘅話，如果冇人陪，好似好孤單。今日我咧就參加咗見教授嗰個小組活動，見嗰個英國嗰個教授，我哋就了解咗即係嗰邊英國嘅小朋友個情況，我又再問下個仔嗰啲情況咁咯。呢啲手腳咧就唔覺得話痛，但係咧就佢一疲勞啊，即係感冒啊，或者係唔夠瞓啊咁咧，就容易抽筋。黏多糖症係一種遺傳疾病，成因呢就係病人身體裡面缺少咗一種特別嘅酵素。呢種酵素對人體係好重要嘅，因為呢種酵素呢可以分解人體細胞裡面嘅積聚物。冇咗呢種酵素嘅話，積聚物積存喺人體細胞裡面，會對唔同嘅器官造成破壞。至於德進嘅情況呢，就係佢患有嘅嗰種黏多糖症，最近研究出治療嘅方法，叫做酵素替代療法。呢種治療嘅方法係幫病人每星期注射佢體內缺少嘅嗰種嘅酵素嘅。如果德進越早接受治療，就越能夠避免呢種病症引致嘅問題。教授話用咗藥之後咧，就會對個仔會好啲，特別個肚腩啊，同埋個氣管啊，同埋啲心肺功能啊都會好啲，同埋行路啊都會冇咁快攰咁咯。係得個等字咁等咗幾年㗎啦，都未曾有結果，未曾有用藥嘅機會，即係好似好心急好咩咁咯。佢以前咧就冇抽筋嘅，依家個身體咧都係抽筋都2-3年嘅啦。而家又要定時食藥，每日要食3次咯，早午晚食咯。我哋而家即將會頒發第7屆香港綠色學校獎中學組嘅選項，並有請香港紅十字會瑪嘉烈大龍子學校中學部。佢今日咧就喺學校即係拍嘢，但係咧中午咧就又再去會展嗰度攞獎。後尾咁3點零鐘接到學校黃姑娘嘅電話咧，我都嚇咗一陣。我話最驚接到黃姑娘嘅電話㗎啦，其實。但係佢話佢有啲抽筋，咁我又仲驚下添。如果平時係咁抽筋咧，要去入院。今日好彩又唔使入院啦。我抽筋嚟啊！醫生話我可能太攰，同埋有壓力就會抽筋喎。仲有就係我抽筋嗰陣係毫無知覺，突然抽筋咁，跟住就突然醒翻咁咯，即係好似瞓咗覺咁，就好似個人去咗第二個世界咁。會啊！